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去年4月来压料，讲有一间城南采买中科院飞弹制造原料的厂商涉嫌洗产地防起诉。想袂到，这间已经防起诉的厂商，竟然阁摕到空军一件680万的标案，实在真有本顶。啊，敢真正安尼咧？国防部讲要来了解。 厂区内底卡空空，这是去年防验出进口飞弹原料有中国产品涉嫌用越南厂商来洗产地厂商，而且网站显示，但是负责人有3间公司，实际登记的地址拢伫遮。国民党立委王宏维亚康，这几间公司为114年陆海空军到空勤总队摕到国防标案，卖9196万。最扯的事情是呢，而且经过检调起诉。 竟然不动如山，仍然可以以这家被起诉公司能够继续去承包空军司令部的680万的标案。王宏维这支是安怎列入黑名单的厂商，还可以当摕到国防标案呢？111年10月，中科院就发现原料承包商用中国的物件，113年防验出来。 国防部就讲，会请中科院来提供名单管制招标，甚至今年6月，单线负责人和桃园检方依照诈欺未遂等罪来起诉。10月中，国防部佮公告，这间厂商得到空军680万的采购案。应该有所谓的3证条款，一而再、再而三的让这些有问题的公司继续得标，会让外界质疑是不是有人上下其手。 那为这支审查无做好，也拿这件代志，国防部就表示，等咧继续了解当中。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